国际消息来关心到，这美国总统川普和罗西亚总统普京要会谈进前，有讲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答应讲，只要伊川普还搁咧做总统，中国就袂来拍台湾。学者就表示，这应该是川普要展现伊个人较强势、掌握局面的风格，也其实习近平的约束嘛无啥物会当信任的价值。 在欧阿拉斯加甲罗西亚总统普京会面进前，美国总统川普接受福斯新闻专访时，主动提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捌讲，只要川普是美国总统，就袂入侵台湾。川普回应感谢这款的承诺了后，习近平又搁讲，但是我真有耐性，中国也真有耐性。对此，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应，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上重要、搁敏感的问题，美国应该细致处理牵连台湾的议题，不过无直接证实也是否认川普的讲法。 强烈的正讯号就是川普是强大的，美国后面是有实力的，他一切的大局都在掌控之中啊，他跟主要的各国大国领导者之间都有沟通、都有对话。 学者认为，川普希望呈现主导外交的强硬风格。就算相关的内容是真的，北京也袂因为一句承诺停止用武力侵犯台湾，有关爱密切观察中国的动作。那陆委会主委邱水正则出席金门两岸和平消灾祈福大法会，是向中国发声讲应该以和为贵。两岸和为贵，有话好好讲，在对等尊严的原则，能够正常、健康、有序的来交流对话。 邱水正指出，中国对台湾复合性的施压已经成做台海不安、两岸紧张的主要源头，呼吁放弃对台湾有敌对的思维甲无好的作为。也若咱方也继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，传出明年度范围较快，国防预算决定会达到罗总统宣示的 GDP 3%。金额本身来讲，可能不是重点，而是实质上，国防部应该好好考量的是如何增强我们的国防实力，实质上的增强。 达到3%，那对盟友来说，他从数字上可以看到台湾展现自我保卫的决心，从整体装备的提升、国防自主能力的提升，我们也扎扎实实建构真实的力量。民进党立委分析，咱所讲的范围较快国防预算，包含最后一年度的新型战机、甲海空战力提升计划特别预算，还有国防部要提出的军购特别条例，也就是海巡、反恐怖分子警察、退伍的经费等等，符合北约计算的模式，按算第2亿行政议会定案，送立法院审查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